楊轉怡。與長生學嘅緣起係通過朋友介紹，一齊嚟參加這次長生學嘅課程。原因係想在繁忙嘅生活裏揾到一個靜心嘅方式，同時也因為我是一個正在處於完成27次嘅放療，副作用最大期間嘅病人，後來放療後引起嘅嚴重疲憊、患部區腫脹、腮腺創傷導致分泌口水、鼻塞、鼻涕、無嗅覺、冇味覺等，造成身心好唔舒服。因為喺報名時預估唔到呢啲事，在開課前我還特別私信Steven師兄，問可唔可以晚上嘅課提前離開，因為我晚上7點多患部就會脹痛，就需要食止痛藥休息。Steven師兄回覆一句：我哋會盡量幫你完成課程。嗰陣時唔了解長生學嘅我有啲唔明白這句話嘅意思，直到上星期六開課，我才明白長生學唔係冥想，亦唔係僅僅嘅靜心。人係可以通過吸收自然能量，活化細胞，提高自身免疫力嘅，不僅可以自我調整，也可以幫助別人。於是我從第一日開課就懵懵懂懂咁跟住師兄師姐嘅安排，有咗自己專屬嘅位置，開始接受第一次嘅調整，亦開始認識長生學。我第一次接受調整嘅時候，因為放療副作用，其實上課嘅時候左邊顱內係脹脹嘅。經過師兄師姐調整過後，突然脹痛感減少咗，頭腦又清熱多咗，不僅完成咗課程，疲憊嘅時間亦減少，鼻塞嘅情況亦有改善。我通過這次嘅課程學過穴位和靜坐嘅方法，開始每次靜坐2次，每日靜坐2次，每次30分鐘。開始學着自我調整，希望盡快把我自己嘅狀況恢復起來。今天課程雖然結束啦，但感覺到長生學仲有好多需要深究嘅知識，很感謝各位老師、師兄、師姐嘅調整及呢一次嘅課程安排。希望之後可以運用長生學嘅調整，調好自己，亦可以幫助別人。多謝。